英國安德魯王子被揭發同富豪淫媒 Jeffrey Epstein 搞未成年少女，最近宣布放棄皇室頭銜。但係如果我話你知，佢仲住緊喺一間30房嘅超級豪宅，間屋仲靚過未來國王 Prince William， 仲要20年冇交過租，你又會點睇呢？呢一座屬於 Crown Estate 嘅豪宅叫 Royal Lodge， 距離溫莎城堡只係5公里。喺1662年只係一間農舍，輾轉發展成一棟專屬皇室嘅莊園，擁有30間房間、超大型花園。1952年到2002年仲係伊麗莎白皇太后嘅私人住所，直到佢101歲與世長辭。Royal Lodge 現時被列為2級歷史建築，市值約3000萬英鎊。之後2003年，安德魯王子同 Crown Estate 簽訂咗一份75年嘅租約，按合約只要交租就可以住到2078年。不過安德魯似乎恃住自己係王子，冇人敢趕佢走，竟然已經超過20年冇交租，犯咗事仲可以住靚屋。King Charles 曾經都睇唔過眼，舊年就 cut 咗安德魯1年290萬鎊嘅 Royal Lodge 保安費。不過礙於安德魯仍然係王子，就踢唔走佢出間屋。據稱 Prince William 對現況好不滿，私下已經禁止安德魯未來出席佢嘅登基大典。加上兩個人住得近，實會俾傳媒炒作話題。相信 Prince William 可能會揾方法巧取豪奪翻呢間屋。你哋又點睇啊？